唔知你有冇試過，有時明明冇做過啲乜重體力勞動嘅嘢，日頭唔使搬重嘢，夜晚亦都冇捱通宵，淨係普普通通過一日，但一整日落嚟，硬係覺得成個人好攰，四肢提唔起勁，內心總係揮之不去嘅心煩，腦袋亂哄哄，感覺自身嘅磁場一團混亂，連做一啲簡單小事都冇心機。好多人遇到呢種狀態，第一時間就會懷疑係自己身體虛弱，係休息唔夠，跟住就四處揾補品調理，早啲上床休息，嘗試好多方法。只係過咗好耐，嗰種渾身疲累嘅感覺仍然揮之不去，始終唔能夠恢復返從前嘅精神。去睇醫生檢查，身體又冇明顯大病，食藥調養效果亦都唔顯著，呢種無從解釋嘅身心耗損，其實好多時候並唔係肉體上嘅勞累，而係精神同能量俾人暗中抽走。如果你長期都有呢種體驗，其實好多時候問題唔係出喺你自身體質上面，而係你身邊默默出現咗一啲吸能人，佢哋就好似無形嘅情緒吸血鬼咁，唔會動手打你，亦都唔會直白同你索取金錢。物資就係潛藏喺日常相處之中，喺你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一點一滴慢慢吸走晒你體內嘅陽氣，仲會持續耗損你累積多年嘅福報。現實入面，絕大部分人面對身邊呢類消耗自己嘅人，總係俾人情面子同世俗規範綁住，覺得大家相識一場，唔好做得太絕，凡事忍一忍，讓一讓就會過去。經絕交之後，會傳出閒話，俾其他人話自己不近人情。就因為呢種諗法，一次又一次退讓，不斷委屈自己去遷就他人。但佛家因果嘅道理一直話俾我哋聽，面對持續消耗你、不斷汲取你能量嘅人，選擇果斷疏遠，適當切斷往來，從來都唔係冷血自私，反而係上天透過各種身體同情緒嘅感受提醒你，強行幫你守住底線，收回不斷流失嘅福報。好多人活咗大半世都唔懂得分辨身邊嗰啲人正在暗中汲取自己嘅氣運，長期處於被消耗嘅環境，日復一日承受無形嘅精神壓力，身體同運勢慢慢走下坡，睡眠變差，脾氣容易暴躁，財運阻滯，等到終於醒覺嘅時候，先發現一切已經太遲。今日我哋就慢慢睇清三種最可怕、最常見嘅吸能人。大家可以靜心落嚟，唔好帶住偏見對照身邊嘅人，睇下自己身邊究竟有冇同呢啲特質吻合嘅人，及早覺察，及早做好防備，唔好繼續白白耗費自身嘅能量。第一類最容易遇到嘅吸能人，就係滿面怨氣，永遠扮演受害者角色嘅人。呢種人有一個極其明顯嘅特徵，無論遇到邊一個人，一開口就離唔開訴苦，三句唔埋就開始不斷抱怨，身邊所有人同所有事喺佢口中，全世界好似都虧待咗佢，身邊嘅親人唔體諒佢，同事有心針對佢，命運對佢唔公平，社會規則唔夠包容，佢所有唔順利嘅遭遇，永遠都係其他人嘅錯，從來唔會靜心落來反思自己存在咩問題。好多時候你本來心情平靜，狀態好好，只係出於禮貌停低同佢傾偈，聽佢傾訴種種不如意。短短幾十分鐘嘅交談完結之後，你會清晰感受到成個人好似俾人從體內抽走所有力氣，內心壓抑沉重，本來開朗嘅心情跟住變得低落，久久都唔能夠平復返。好多善良嘅人見到佢哋一副委屈無助嘅模樣，心軟之下就會主動上前安慰，花費大量時間傾聽佢嘅牢騷，仲會用心幫佢分析問題，俾出各種可行嘅建議，一心諗住可以幫助佢走出困境，擺脫負面情緒。但久而久之，你就會發覺，無論你講幾多道理，提供幾多解決方法，佢永遠只係一時之間稍有舒緩，
轉過頭又會繼續沉浸喺滿身怨氣入面，唔願意做出任何改變，一味繼續重複舊有嘅負面思維，不停放大生活入面嘅不如意。佛法入面常講境隨心轉，一個人內心充滿怨恨、不滿同負面念頭，長期保持消極諗法，佢周身環繞嘅磁場必然係極度污濁陰沉。當你長期自願充當佢嘅情緒垃圾桶，持續接收源源不斷嘅負能量，你唔單止難以真正安慰到佢，更加嚴重嘅係，你自身原本清靜平和嘅磁場會慢慢受到污染，變得雜亂渾濁，無形之中分擔咗佢身上累積嘅黑氣同業障。好多人會疑惑，只係傾下偈、傾下數，點解會影響到自身運勢？其實情緒同能量從來都能夠互相傳遞，負面嘅念頭就好似病菌一樣，會透過交談、相處悄悄感染身邊嘅人。長期同滿腹怨氣嘅受害者型吸能人來往，你會不知不覺間受到佢嘅思維影響，慢慢變得容易焦躁、容易抱怨，睇事物越來越偏向消極，遇到少少挫折就容易放大煩惱。原本屬於自己嘅好情緒、好運氣，亦都會隨住每一次傾訴不斷消散。好多人長期失眠，情緒低落，四處揾中醫調理，尋求各種放鬆方式，兜兜轉轉先發覺根源就係身邊長期有一個不斷散播怨氣嘅人，日復一日消耗自己嘅心神。有好多人總係心存僥倖，總覺得憑住自己嘅耐性同善心，總有一日可以點醒對方，但其實一個唔想自救嘅人，任何人嘅勸解都只係耳邊風。面對呢一種人，唔好再妄想用善意感化佢，每一次無底線嘅傾聽都等同於開放自己嘅能量邊界，任由對方拮取你嘅精神力量，學識保持距離，減少深度交談。唔好俾佢將所有負面情緒全部傾瀉喺你身上，先係保護自己最基本嘅方式。第二種傷人於無形嘅吸能人，就係時刻爭意踩低其他人，從貶低他人之中抬高自己嘅打壓者。呢類人嘅覆蓋範圍非常廣泛，有可能係血濃於水嘅親戚，有可能係每日見面嘅同事，亦都係大家相識多年。你一直以為情誼深厚嘅舊朋友，偽裝功夫做得極之好，好難一開始就分辨出佢哋嘅真面目。佢哋最擅長嘅手段就係包裹住開玩笑嘅外衣，講出句句帶刺嘅說話，將惡意偽裝成玩笑，令你就算覺得唔舒服，一時間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擊。如果你認真表達唔開心，佢仲會反過嚟話你小氣，唔識得開玩笑，將所有問題推返落你身上，令你有理難辯。佢哋時刻睇實身邊人嘅狀態，永遠唔願意真心誠意祝福身邊人嘅順遂，心底入面潛藏住濃厚嘅妒忌。當你開心同佢分享自己嘅喜悅，取得嘅少少成就，佢唔會由衷替你高興，反而會酸溜溜咁講一大堆風涼話，盡量淡化你嘅努力，甚至刻意尋找角度質疑你嘅成果。當你遭遇挫折，陷入低潮嘅時候，佢表面上面會講幾句安慰說話，但若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佢眼神入面藏住掩飾唔到嘅幸災樂禍，心底入面根本唔希望你重新站起。長期同呢類打壓型嘅吸能人相處，傷害唔會即刻顯現，但會慢慢滲入你嘅內心，屬於潛移默化嘅侵蝕。一開始你只係隱隱覺得唔自在，時間耐咗之後，你會不由自主開始自我懷疑，做任何決定都瞻前顧後，越來越缺乏自信，唔敢大膽追求自己想要嘅生活，做咩都覺得自己唔夠好。佛家講心生萬法人，所有嘅際遇、氣運根源都係自身嘅心念同自信心。一個人持續用刻薄說話、隱晦嘅貶低，不斷動搖你嘅內心，消磨你嘅自信，實質上就係持續喺度折損緊你自身嘅氣運。自信心一旦流失，
膽氣，跟住變弱，做事容易畏首畏尾，擺喺眼前嘅機會都唔敢把握，運勢自然越來越低迷。好多人覺得大家相識一場，凡事留一線，對方講幾句難聽說話唔使太介意，繼續維持表面嘅禮貌就可以。但現實往往係面對誠意打壓人嘅人，你越係講禮貌，越係忍讓，佢就越係得寸進尺，不斷試探你嘅底線，持續用言語消耗你。呢種人唔會因為你嘅包容而心存感恩，只會將你嘅容忍當做軟弱。唔好奢望佢會一日醒覺，懂得尊重你。面對持續貶低你嘅人，適當減少交心，唔好主動同佢分享自己嘅近況同夢想，收起自己嘅坦誠，守住內心嘅陣地。唔好俾人隨意踐踏你嘅自尊心，唔好俾表面嘅人情困住自己。自尊同氣運一旦持續受損，想要修復返，需要花費極長嘅時間同大量精力，唔值得為咗一段虛有其表嘅關係，犧牲自己長遠嘅發展。第三種最容易令善良之人受傷嘅吸能人，就係貪得無，將其他人嘅付出視作理所當然嘅老鳳索取者。廣東話入面所講嘅老鳳，意思就係永遠覺得其他人幫佢係天經地義，唔需要心存感激，永遠唔懂得感恩。呢種人有一套極其雙標嘅處世邏輯，永遠放大自己嘅難處，忽略其他人嘅壓力。你10次入面幫佢9次，佢唔會記住你所有嘅好意，唔會念住你曾經出手相助嘅情分。一旦有一次因為自身原因冇辦法伸出援手，佢即刻就會翻臉，將從前所有情誼一筆勾銷，甚至將你當成仇人，周圍散播唔利於你嘅說話。佢哋相處永遠帶住極強嘅功利心，需要用到你嘅時候，嘴上面甜言蜜語同你稱兄道弟，不斷拉近關係，時時都會好聲好氣同你商量，想盡辦法令你出手幫忙。一旦佢嘅難關渡過，唔再需要借助你嘅力量，即刻就會變得冷若冰霜，唔主動聯絡，你揾佢嘅時候都會各種推搪，完全唔記得曾經接受過你幾多幫助。好多本性善良嘅人一直覺得善心係珍貴嘅資產，樂意出手幫助身邊有需要嘅人，認為善良係平日累積福報嘅法寶，只要持續行善，福氣自然會慢慢積聚。但好多人忽略咗一個重點，善良必須要分對象。如果將滿滿嘅善意俾錯咗，呢啲老鳳索取者唔單止唔會積福，反而會變成縱容惡業。你毫無底線嘅遷就，只會令佢哋愈發肆無忌憚，不斷加大索取嘅力度，永遠唔會學習獨自面對困難，永遠指望身邊人為佢兜底。佛家一直教導世人要心存慈悲，但慈悲從來都唔等同愚蠢嘅無限遷就。真正嘅慈悲係有邊界、有智慧，唔係任由其他人不停榨取自己。當你持續不斷付出，長時間都得不到半分尊重同感激，每一次幫忙只會換嚟更多索取。呢個時候就要警醒，你愈係毫無保留咁伸出援手，自身累積嘅福報就會流失得愈快。福報得嚟從來唔容易，係日復一日緊守本心，與人為善，慢慢積返嚟，唔應該白白浪費喺唔識珍惜嘅人身上。好多人驚覺過嚟嘅時候，先發覺長期無底線幫助他人，自己財運阻滯，諸事唔順，健康亦都出現各種小毛病，情緒經常處於透支狀態。其實就係能量長期單向輸出，持續耗損福報帶嚟嘅影響。面對一味索取嘅人，一定要學識勇敢拒絕，唔好因為驚怕得罪人，勉強自己承擔唔屬於自己嘅責任，唔好俾自己嘅善良成為其他人不斷消耗你嘅工具。好多人睇到呢度，心底入面會生出疑惑，不停地問自己，如果真係同呢啲持續消耗自己嘅人保持距離，甚至慢慢斷絕往來，會唔會顯得自己太過無情，
太過冷血，將人際關係處理得太絕，日後會唔會招惹閒言閒語，甚至承受因果上面嘅負面影響？身邊好多親友亦都會勸你做人圓滑一啲，唔好同人劃清界線，凡事留3分情面。事實上，真實嘅道理剛剛相反，大家唔好被世俗片面嘅人情觀念誤導。佛家所講嘅因果有一個核心重點，世間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需要親身經歷嘅劫難，需要獨自面對嘅課題。任何人都冇辦法代替其他人成長，亦都唔可以永遠幫其他人逃避本該經歷嘅磨練。呢啲吸能人之所以長期陷於痛苦、負面、諸事不順嘅狀態，根本原因係佢哋內心唔願意自省，唔願意改變自身錯誤嘅思維同處事方式，永遠向外尋找藉口，永遠指望依靠其他人嘅幫助，其他人嘅情緒包容先可以繼續落去。如果你一直留喺佢哋身邊，無限包容佢哋嘅負能量，永遠做佢哋嘅依靠同避風港，本質上唔係幫助佢，反而係阻礙緊佢哋獨自去面對屬於自己嘅人生功課，令佢哋永遠冇機會醒覺，永遠唔願意做出改變。適時果斷轉身，同消耗自己嘅人拉開距離，唔係冷酷無情，而係一種守護自身運勢嘅智慧之選。唔好驚怕短暫嘅人情壓力，更加唔好因為旁人嘅評論勉強自己繼續妥協。當你下定決心，唔再無底線迎合他人，唔再講一啲違背本心、毫無意義嘅客套禮貌，學識建立清晰嘅人際邊界，唔隨意開放自己嘅能量場，周身嘅磁場就會慢慢重新變得乾淨純粹，雜亂嘅負能量唔可以繼續入侵。呢個過程之中，你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輕鬆自在，唔再時常覺得身心疲累，揮之不去嘅煩心事亦都慢慢減少。上天其實一直透過你身體同情緒嘅感受話你知，邊啲人係屬於你嘅貴人，能夠同你互相滋養，邊啲人只係生命入面嘅過客同消耗者，只識得不斷拮取。當你懂得主動遠離吸能人，就等同關閉咗持續被拮取能量嘅通道，慢慢收回本該屬於你嘅健康、平穩嘅財運同日日積累嘅福報。好多人堅持守住邊界一段時間之後，明顯感受到睡眠質量改善，心態越來越平和，做事情順利多咗，思路清晰，唔容易胡思亂想。身邊亦都慢慢聚集一啲心態正向、懂得互相珍惜嘅朋友。呢啲就係遠離負能量之後，能量場慢慢修復帶嚟嘅轉變。好多人一輩子都唔明白，維持一段不斷消耗自己嘅關係，看似留住咗人情，維持咗表面和諧，實際上係用自己嘅福報去填補他人嘅漏洞。長遠睇，絕對得不償失。唔好等到身心俱疲、運勢低迷嘅時候，先醒覺要及時抽身。早一日建立邊界，就早一日守護好屬於自己嘅一切。餘生其實唔長，每一個人擁有嘅時間同自身能量都極之有限，唔可以隨便揮霍。從細到大，好多長輩教導我哋要做一個與人為善嘅好人，凡事多忍讓，多體諒其他人。但長大之後，經歷過各種人，同時先至懂得善良，唔可以冇底線。好人亦都唔需要時刻委屈自己去成全其他人。人世間最可惜嘅事，就係將最真誠嘅心意交付俾唔識珍惜嘅人，耗盡心神，換唔到半分尊重。唔好繼續做一味忍讓、壓抑自我嘅老好人。唔好再將自己千辛萬苦累積翻嚟嘅珍貴福報，白白送俾嗰啲只識得不斷消耗你、利用你，從來唔會心存感激嘅人。每一份善意，每一次坦誠，都值得交付俾懂得珍惜嘅人。唔好浪費喺只識得索取同散播負能量嘅人身上。由今日開始，嘗試改變從前嘅處事方式，
做一個心境淡然、內心清晰、擁有明確邊界感嘅人。面對持續消耗自己嘅人，唔需要激烈爭執，唔需要撕破臉大嘈一場。過度爭執只會再度消耗你嘅心神，只需要慢慢疏遠，減少交心，收返自己嘅熱情同善意。將你所有嘅溫柔體諒同真心好好留俾嗰啲懂得尊重你、願意互相扶持、相處期間能夠帶俾你正能量、令你覺得自在舒服嘅人。人與人之間最好嘅關係，從來都唔係單方面嘅付出同拮取，而係互相滋養、彼此成全。大家相處嘅時候，雙方都能夠感受到放鬆同喜悅，唔需要時刻事小心翼翼。唔需要不斷耗費心神去應付，好好守護屬於自己嘅磁場，及時清理身邊嘅負能量，唔好俾無謂嘅人擾亂自己嘅心神。堅持守住內心嘅底線，遠離各類吸能人，時常保持心境平和，行善有所抉擇，善念有所歸處，福氣先會源源不斷向你靠近，福報自然日日累積。伴隨往後每一段路程，多謝你耐心聆聽今日嘅分享。願大家都可以分清身邊人嘅善惡，守穩自身能量，日子越過越順遂。我哋下期再見。